龟兔赛跑，兔子很快跑到前面去了。乌龟看到一只蝸牛爬得很慢很慢，对它说：“你上来，我背你吧。”然后蝸牛就上来了。过了一会，乌龟又看到一只蚂蚁，对它说：“你也上来吧。”于是蚂蚁也上来了。蚂蚁上来以后，看到上面的蝸牛，对它说了句：“你好，你们知道蝸牛说什么吗？”蝸牛说：“你抓紧点，这乌龟好快。”